8公里，2又1/4公里，要行1又1/4小時，就右手邊方向，即係我哋正話過嚟嗰度啦。梅窩經南山，6又1/4公里，行2又2/4小時。咁通常呢啲只係參考嘅啫，正話8公里1又1/4小時嗰度咧，咁我哋實際上嚟都差唔多啦，咁但係落去應該係少啲嘅。check 個水喉有冇水先？哇，好猛水！好，冇晒水。